你哋嚟到我個 channel。今集同大家嚟到新蒲崗。新蒲崗係香港九龍黃大仙嘅一個地區，擁有豐富嘅歷史同獨特嘅發展背景。佢嘅發展同啟德機場有住密切嘅關係，亦都見證住香港嘅發展。新蒲崗嘅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當時呢個地區主要係一片荒涼嘅沼澤地，人煙稀少。1939年，啟德機場嘅0725跑道喺新蒲崗一帶落成，跑道東西走向，長457米，係啟德機場首條正規跑道。當時飛機升降時，仲需要將當時嘅清水灣道，即今日嘅彩虹道一段嘅車輛截停。然而，隨着香港經濟嘅發展同埋人口嘅增加，政府於1953年6月發表咗啟德機場發展計劃報告書，計劃將啟德機場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嘅航空樞紐。為咗實現呢個計劃，政府選擇喺九龍灣填海，並喺新填海區建造一條新嘅跑道，以滿足新型客機嘅需求。呢條新嘅跑道被命名為1331跑道，於1958年9月12日正式啟用。同時，舊嘅啟德跑道亦都被永久封閉，並將此區重新作獨立嘅發展。由於呢個新區需要新嘅地名，便沿用附近蒲崗之名，喺1959年7月1日重新命名為新蒲崗。而昔日飛機着陸嘅舊跑道位置被開闢成為一條大街嚟分隔工業區同埋住宅區，並重新命名為着陸街，取名諧音着陸嘅意思。新蒲崗嘅主要街道以大有街為主軸，兩側嘅街道則以數字命名，好似雙喜街、三竹街、四美街、五芳街、六合街、七寶街同埋八達街。新區域內設有一啲商業設施，包括購物中心、超市、餐廳、飯堂同咖啡店，為工人同埋居民們提供購物同埋用餐嘅便利。該地區亦都有公園同運動場，供居民進行休閒娛樂同埋體育活動。60、70年代，新蒲崗嘅工業區逐漸興起，有利於接近機場嘅優勢。許多工廠、貨倉、空運公司同埋辦公大廈紛紛喺呢個地區設立。呢啲工業設施為香港嘅經濟發展提供咗重要嘅支持，同時亦都為當地嘅居民提供咗大量嘅就業機會。嗰個年代嘅香港工業發展蓬勃，新蒲崗一度成為香港最大型嘅工業區域，亦都係唔少商人默默耕耘嘅發跡地。例如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成立嘅長江製衣，紅極一時嘅紅 A 膠具廠，同唔同大小嘅中小型企業都立足於此。而著名嘅6·7暴動，亦都由區內嘅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而引發至全港性嘅罷工、上街同暴動衝突，可見當時新蒲崗嘅重要性。不過，隨住建造業北移同埋機場嘅搬遷，新蒲崗各工廠已經轉型為小倉庫、食物製造廠、零售批發店、休閒活動中心、藝術 studio 同埋辦公室等等。如今，新蒲崗正開始蛻變成為一個現代化而有活力嘅商住區域。新嘅住宅項目裕港灣同埋樓下嘅 Mikiki 商場已經成為區內最大型嘅購物中心。呢種新舊交融正為新蒲崗注入新嘅元素，但希望發展嘅同時，亦都唔好趕絕呢個地區原有嘅特色啦。今時今日要到新蒲崗有好多方法，由鑽石山站步行過嚟，亦都只係10分鐘時間左右；而黃大仙站就有綠色專線小巴到達，又或者乘坐巴士到裕港灣站落車，即可到達。今日 Woody 就帶大家走訪幾間新蒲崗嘅高人氣小店，試下佢哋嘅特色出品啦。第一站，我哋嚟到英記巷仔雲吞麵。英記以其懷舊風味嘅雲吞麵同埋豬油撈麵聞名於新蒲崗。店鋪裝修簡單、乾淨衛生，而食物就俾到人一種懷舊嘅平民感覺。成間鋪頭都充滿住嗰種綠雲吞麵嘅香味。坐低之後唔使諗太多，就叫咗碗淨雲吞同埋豬油撈麵。英記嘅雲吞有住傳統嘅製作方法同選材，係傳統嘅燕子味雲吞。而這粒粒都係店家們親手包製嘅，確保每一粒雲吞都係新鮮嘅。
喺我用餐嘅過程之中，就見到其中一個店員一直喺度默默咁包住一大盤雲吞。另外，佢哋嘅店員同食客嘅互動程度好高，談天說地，俾到人一種好親切嘅感覺，完全冇嗰種人氣老店嘅高傲冷酷，而且店員嘅態度亦都好好，呢個係我最驚訝嘅地方。雲吞嘅餡料使用咗大地魚腩磨碎而成嘅大地魚粉，再加上鮮蝦同埋手切豬肉製作而成，餡料比例啱啱好，蝦肉彈牙新鮮，味道鮮美。而湯底則是用足料嘅大地魚熬製而成，清澈無比，完全冇重重嘅鹼水味，反而帶住一陣鮮香。湯頭嘅鮮甜嚟自於傳統嘅大地魚湯底，絕冇味精，食完一直都冇口渴㗎。60年代撈麵其實就係豬油撈麵，非常簡單，就係食豬油味同埋麵嘅口感。為咗唔影響出品，豬油撈麵係不設加餸嘅。一上台，成碟撈麵都充斥住豬油嘅香味，但又唔會過於油膩。麵係幼麵嚟嘅，有細心嘅剪過，令食客進食嘅時候更加輕鬆。淥麵嘅時間恰到好處，唔會過腍，麵質彈牙爽口，食落去毫無鹼水嘅不良味道。淥麵嘅時候，去鹼嘅程序做得非常之好。一如傳統嘅雲吞麵店，店內仲提供咗醃蘿蔔供客人自由食用。醃蘿蔔嘅作用就係可以中和鹼水麵嘅味道，酸酸地又開胃，讓食客能夠根據自己嘅喜好調配出最適合嘅口味，係傳統嘅雲吞麵店才會有嘅小食配菜。另一個加分位就係佢哋嘅食物都會用上傳統嘅韭黃，而唔係蔥花，呢點都見得出佢哋好堅持傳統。呢碟豬油撈麵不僅回味無窮，仲帶給人一種懷舊嘅情懷。第二站，我哋嚟到幾個鋪位之隔嘅春茶雞蛋仔。春茶雞蛋仔係新蒲崗雞蛋仔明星店嘅其中之一，主打唔同口味嘅雞蛋仔同埋格仔餅，有鹹有甜，任君選擇。今日好好彩，嚟到嘅時候咁啱唔見人潮，但由於一陣要去試食另一間人氣嘅明星雞蛋仔店，所以今次我哋就只係點咗佢嘅紫菜肉鬆格仔餅。不論係雞蛋仔或者格仔餅，都係即叫即製，製作時間大約3至5分鐘左右啦。格仔餅到手嘅時候係熱辣辣嘅，非常厚實，一口咬落去香脆可口，同時帶有微微嘅咬勁，再加上非常足料，口感層次分明，鹹甜並存嘅味道好獨特。格仔餅嘅蛋味香濃，熱辣辣嘅脆邊夾住牛油、花生醬、甜煉奶、黃糖、紫菜同肉鬆，口感豐富多樣，非常滿足。格仔餅嘅份量非常充足，花生醬同煉奶多到流出嚟，厚實嘅質感讓人有好滿足嘅飽肚感覺。今次我哋點嘅紫菜肉鬆格仔餅同傳統嘅格仔餅相比，多咗一種獨特嘅滋味。格仔餅嘅厚度同口感依然維持住香脆同埋煙韌嘅特點，夾層中加入咗紫菜同肉鬆，紫菜嘅鹹香同肉鬆嘅鮮香相互融合，喺咀嚼嘅過程之中釋放出嚟之後，再混合埋花生醬、煉奶嘅甜味，形成咗完美嘅平衡，令整體嘅口感更加豐富，鹹甜嘅味道更加層次分明。今餐嘅仙草奶茶，因為食完格仔餅再飲嘅關係，甜味會稍削減少，反而更加突出咗茶嘅味道。而仙草就正正常常，軟硬適中，容易咀嚼。下一站，我哋嚟到一街之隔嘅629雞蛋仔。629雞蛋仔可以講係新蒲崗人氣雞蛋仔明星店，任何時候去都一定見到人龍㗎。網上嘅評論就好壞參半，主要就係針對佢哋嘅服務態度。今日下晝5點左右嚟到，排隊就係必然㗎啦。不過就唔算排好耐，15分鐘左右就排到啦。排隊嘅過程之中，見到老闆夫婦不停默默咁樣製作住雞蛋仔同格仔餅，望住由蛋漿變成一粒粒圓圓滿滿嘅雞蛋仔，真係相當之療癒啊！佢哋有提供唔同味道嘅選擇，仲有啲幾特別嘅味道添，就好似錫蘭紅茶、烏龍茶、糖漬橙皮、
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大家中意嘅朱古力花生同 Oreo 口味啦。我哋點咗一底朱古力雞蛋仔，老闆冇傳聞中嘅惡劣負氣態度，整個雞蛋仔嘅製作過程都可以喺店面見到，大約等咗3至5分鐘就攞得。新鮮出爐嘅雞蛋仔，熱辣辣，建議即刻食，因為凍咗就冇咁好食噶啦。佢哋嘅雞蛋仔唔係超級脆嗰種，整體比較厚身，外面微微脆口軟身，內裏鬆軟，中間濕潤，比較似軟麵蛋糕，面度就有少少似麻薯，食落有層次感。雞蛋仔嘅表面有好多氣孔，食落有好香嘅蛋味，朱古力就只係佔據表面嘅微微一層，所以冇遮蓋雞蛋仔本身濃濃嘅蛋味，只係淨蛋味之餘，仲多咗朱古力嘅配搭。雞蛋仔內餡唔算好甜，食下仲會有少少鹹味，唔會好膩口。雞蛋仔裏面蛋漿同空氣嘅比例啱啱好係一半一半，原粒食嘅話會有好蓬鬆嘅口感㗎。排隊期間仲見唔少人會叫埋夾餅，下次一定要試下佢先。食咗咁多嘢，感覺有啲口乾，就揾杯嘢飲下啦。接住我哋嚟到派 Tea。派茶丁派 Tea 位於新蒲崗廣場地下，係新蒲崗區內一間非常經濟實惠嘅小型台式飲品店。小店提供多款人氣、特色、季節限定手搖產品，而價格比起其他大牌子嘅飲品店平出好多㗎。另外，小店最引起我注意嘅係，每次路過都會聽到佢哋不停咁無限回放住香港女團 Lolly Talk 嘅歌曲，十分甜。都幾有特色㗎。今次我哋叫咗杯哈哈蜜瓜奶，蜜瓜奶係橙色嘅，用嘅係哈蜜瓜，飲落比較稀身，有淡淡嘅蜜瓜香味。當然呢個價錢一定唔會係新鮮蜜瓜啦。奶嘅成分唔高，飲唔到太出嘅奶味，但整體嚟講清涼甜蜜，融合埋順滑嘅奶茶，消暑解渴一流啊！下一站我哋嚟到肥仔銘茶餐廳。肥仔銘係一間好高人氣嘅茶餐廳，早前一直都有好多媒體報道過。茶餐廳嘅出品算係唔錯嘅，但環境就有啲拘束。餐廳內只有4張圓台，坐得極唔舒服。如果想食得安安樂樂嘅，就要考慮一下啦。光顧餐廳嘅客人好多㗎，如果去到冇位嘅話，店員會俾張手寫嘅號碼紙嚟，等待叫號入座。但提醒大家，佢哋嘅關門時間係下午3點，所以想試嘅朋友仔記得提早少少去啊！老闆係一個熱愛龍珠嘅收藏家，店內店外都擺滿咗大量嘅龍珠模型、玩具、擺設同掛畫，有種童真味，年代感十足，童年回憶即刻翻晒嚟啊！對於喜歡龍珠嘅朋友仔，可能係一個吸引你嚟幫襯嘅誘因之一。餐廳最受歡迎嘅食物就係乾炒粒粒通粉、熱香餅同埋沙爹牛肉。大部分人都係衝住呢3款食物而嚟嘅。我哋今次就叫咗個熱香餅餐同埋乾炒粒粒通粉。熱香餅喺麥當當嘅早餐就食得多啦，但茶餐廳做嘅就唔係咁多地方有提供。熱香餅係即叫即做嘅，而我坐嘅位置仲可以睇到師傅嘅製作過程㗎。因此熱香餅上台嘅時候係熱辣辣嘅，比起麥當當嘅大塊好多，佔咗2/3隻碟啊！面頭仲放咗一小片牛油。熱香餅食落有少少煙韌，蛋味香濃，本身已經有甜甜地嘅味道。如果唔夠甜嘅話，可以因應自己嘅需求加上楓糖漿。炒蛋同漢堡扒就屬於正正常常。炒蛋係冇調味嘅，份量唔算多，夾埋熱香餅一齊食都幾唔錯㗎。乾炒粒粒通粉，乾炒粒粒通粉其實就係乾炒牛河嘅通粉版本，份量都算大碟，而且係每台必叫嘅，所以等咗勁耐啊。因為又係即叫即炒，上台時係熱辣辣嘅，而且有微微嘅鑊氣。因為表面面積大咗，每粒通粉都沾滿咗醬油，相當惹味。配料就加咗腸仔、紅腸、餐肉、火腿、煙肉、大量芽菜、韭黃、洋葱、青椒同葱，
大概都係啲普通嘅平價材料啦。但可惜成碟嘢整體偏鹹，而且非常油膩，感覺有啲名過其實啦，有少少失望，試一次就夠啦。餐牌上有寫到可以加8蚊加 XO 醬嘅，不過想試試原味，所以最後就決定唔加啦。如果真係想食好味嘅炒通粉，個人嘅推介係平洲嘅金源冰室。最後有個少少嘅個人經歷想同大家分享下。小店炒通粉嘅時間實在等得好耐，個熱香餅餐都食完，碟炒通粉都未到。當碟炒通粉嚟到嘅時候，店員竟然請食完熱香餅嘅同行朋友出去等喎，並且話有對家庭等緊我哋呢個位。最後我就一個人喺呢種催住嘅情況下食晒成碟通粉。原本仲想打算試下佢哋嘅馳名沙爹牛肉，但喺咁唔安樂嘅環境下用餐就冇再叫啦，而且更加唔會有意欲再嚟幫襯啦。試問我哋都唔係一啲霸住個位唔走嘅客人，但如果想客人早啲離開，建議店家加快煮食嘅時間，令2個餐一齊同時出現，咁客人一齊食完就可以一齊走啦。將延誤嘅時間推卸喺客人身上，真係有啲說不過去啊！下一站我哋嚟到豆漿大王。豆漿大王係一間售賣上海菜嘅餐廳，主打嘅招牌菜係黐飯，同埋喺香港已經好少餐廳有做嘅鹹豆漿。黐飯呢個平價又飽肚嘅簡單上海小食，就係用糯米包住油條製作而成嘅，但要做得好食並唔係咁容易㗎。豆漿大王嘅黐飯估計係即叫即做嘅，等待嘅時間大約要2至3分鐘。黐飯係以白色膠袋包住嘅，打開膠袋，外層嘅糯米粒粒分明，薄薄一層，裏面包住油條、豬肉鬆同榨菜，而且整體包得好結實，咬嘅時候都唔會有鬆散嘅米粒掉出嚟㗎。一口咬落去，油條係非常之酥脆，真係可以話係卜卜脆嘅。配菜有豬肉鬆同埋榨菜，份量都唔少，配合埋外層嘅糯米飯，口感層次豐富，而且味道適中，唔會過鹹，係一個好飽肚嘅食品嚟㗎。另一個令豆漿大王成為米芝蓮嘅菜式就係鹹豆漿，唔知係口味嘅問題定係其他原因，呢碗鹹豆漿喺市面已經係賣少見少㗎啦，唔係好多餐廳有做㗎。甜嘅豆漿就飲得多啦，鹹嘅係咩味道呢？想知嘅朋友仔就要嚟試試啦。豆漿大王嘅鹹豆漿有蔥花、蝦皮、榨菜碎、油條同醬油，加熱咗嘅豆漿有好香濃嘅黃豆味，蝦皮同榨菜碎嘅鹹鮮同埋豆漿嘅香滑互相融合，味道出奇咁夾。豆漿完全冇蓋過咗配料嘅味道，而配料就比較爽口，又唔會過鹹或者過淡，係一種好獨特嘅味道嚟㗎。最後仲叫咗一支甜豆漿，豆漿一如以往，稀結程度適中，豆味濃郁，香滑順口，口中嘅餘韻幾秒不散，解渴一流啊！下一站就嚟到擔擔燕窩。擔擔燕窩係一間備受歡迎嘅甜品燉品店，專門提供高品質嘅燉品，包括即食花膠、燕窩、桃膠同雪燕等等。甜品燉品都係使用上等嘅食材，每日新鮮製造，好味之餘，價錢亦都好親民㗎。除咗可以外賣之外，新蒲崗分店仲提供咗堂食座位供客人即買即食。一入門口就見到佢哋嘅吉祥物公仔、燕子店長，而且店內四處都有佢嘅蹤影㗎。門口位置放咗部好大型嘅扭蛋機，買滿指定金額就可以抽禮物㗎啦。商店嘅裝修風格好有少女風，全店都以粉紅色配以白色嘅主題佈置，營造出可愛而溫馨嘅氣氛。呢個氣氛令享用燕窩不再係奢侈同埋老派嘅玩意，從而吸引年輕嘅一族。繼續行入去，商店內部原來有個堂食區，提供唔少位置俾客人享用產品。堂食區就好似一個活動室咁，一樣係粉紅同白色遍佈每個角落，盡是打卡位。房間內有部大型電視播放住流行曲，而且座位寬敞，空間感十足，環境乾淨。燕窩鮮奶凍，奶凍包裝精美，打開蓋之後，
面頭鋪咗一層晶瑩剔透嘅燕窩，份量都 OK 㗎，對得住呢個價。奶凍係使用北海道3.6特濃牛乳製成嘅，口感濃郁順滑，真係值得一試㗎。另外，我哋外賣咗一個清燉燕窩，燕窩係佢哋嘅招牌主打產品之一，當然就要試下啦。燕窩晶瑩剔透，細緻清爽，口感綿密細膩，非常滋潤，而且甜度適中，唔會過於甜膩，份量亦都好豐富，每一口都品嚐到奢侈嘅美味啊！之後要介紹嘅係享樂烘焙。享樂烘焙係新蒲崗相當出名嘅一間麵包店，宗旨為所有產品絕無麵包改良劑，使用全天然牛油，絕不使用植物、人造牛油、豬油等等。創辦人希望佢哋嘅烘焙產品為客人帶嚟食得健康、買得快樂嘅宗旨。享樂烘焙嘅人氣之選有蜜瓜包、貝果、司康等等，今日就同大家試晒佢哋啦。摩卡奶酒流心蜜瓜包，打開個膠袋嘅時候已經有好香嘅咖啡香味。蜜瓜包經過烘焙後變得酥脆略甜，鹹甜交融之下，整體嘅味道又相當地夾喎。整個蜜瓜包外脆內軟，外層鋪咗朱古力粒粒，中間嘅餡料係甜甜嘅忌廉奶酥流心同埋朱古力軟心，超級濃郁。餡料嘅份量亦都相當充足，每一啖都有㗎。奶酥餡料喺包內係塞得滿滿嘅，咖啡味濃郁，食食下又會有少少鹹味帶返出嚟，而且仲中和咗外層朱古力嘅甜膩感覺，非常滿足啊！湯種伯爵麻薯奶茶貝果，貝果口感煙韌得嚟，亦都好軟熟，而且彈性十足，絕對唔會係咬極都咬唔開嗰種。貝果係伯爵茶口味嘅，食落有好香嘅伯爵茶味道。裏面嘅餡料係黑糖麻薯，黑糖麻薯嘅份量充足，質感有啲似果醬，唔會太甜，食到有濃濃嘅黑糖味。黑糖麻薯同伯爵茶貝果嘅香味相輔相成，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價錢同份量亦都冇得輸。司康 scone 16蚊一個，或者28蚊兩個。司康嘅外形呈正方形，焗得好靚，頂頭有一邊爆開，造型相當特別。司康最出色嘅地方在於佢嘅口感，就咁睇以為會好乾好硬啦，但實質係司康保留咗一定水分，食起嚟比較濕潤，有點黏口，好似英式鬆餅，但又唔會好似 KFC 啲鬆餅咁樣一咬即碎，食完亦都冇張住成個口嘅乾口感覺。味道方面，抹茶司康是用咗小山園嘅抹茶，外表呈深綠色，而裡面就係抹茶綠，有濃濃嘅抹茶香味，唔太甜，冇苦澀味。咖啡朱古力司康就帶有濃濃嘅咖啡同朱古力味道，咬落之後會帶出一陣誘人嘅咖啡香，中間食到有朱古力碎，朱古力非常甜美，亦都冇苦澀味。兩種味道都好平衡，配合程度相當之高，冇一種味道會佔據主導地位。買完麵包，下一站就嚟到麵包店隔離嘅三津湯包。三津湯包係一間新蒲崗新開嘅中式包點店，係內地名牌連鎖爆汁嘅湯包店嚟㗎。既然嚟到，就試試幾款輕食包點啦。小籠包，小籠包有啲平平無奇，用個錫紙兜包住，有啲丁丁點心嘅感覺。小籠包熱辣辣，表皮唔算最薄，呈半透明狀，可以見到裡面嘅肉餡，餡料為豬肉同埋鮮肉嘅混合，口感嫩滑，湯汁都幾多幾濃郁㗎。咬開嘅一刻，肉汁瞬間爆出，算係中上嘅水準啦。生煎包，生煎包咁啱見到現場即煎，等咗5至10分鐘左右，撒上芝麻粒後就出爐夾俾我哋啦。生煎包嘅表皮呈白色，非常軟熟，食落有點黏口嘅感覺，包底煎至金黃色，微微脆口，入面嘅餡料都係豬肉同埋鮮肉嘅混合而成。咬開後肉質豐富，肉質唔太鹹，肉餡充滿住肉嘅香氣，味道適中，
結合埋脆口嘅包底嚟食，口感層次相當豐富。招牌三樽湯包，尺寸只有手心般咁大，有啲似菜肉包。湯包表皮柔軟，餡料同生煎包係一樣嘅，就連份量都係一樣，所以相對地就有啲細啦，而且冇乜肉汁，唔太推介啊。最後一站，我哋嚟到七喜粥麵小廚。七喜粥麵小廚係一間喺區內屹立咗好多年，頗為出名嘅食店，主打生滾粥、粉麵、小菜、小炒等等。餐廳環境簡單樸實，旁邊係卡位，中間則放咗幾張圓台，牆上邊就貼咗推介小菜嘅招紙。由裝修佈置，天花上嘅射燈到燈光都有一種時代感。店內掛有一幅用毛筆字寫成嘅大大招牌，富有歲月嘅痕跡。大大招牌下面就係七喜嘅廚房啦。廚房微分為三部分，右面係粉麵部，左邊係粥品部，而中間後面就係小菜部。每部分都有專門嘅師傅獨立處理，分工嘅清晰，可能就係出品一絕嘅原因啦。正因為如此，七喜一直都受到各界食客嘅支持，所以經常都係座無虛席㗎。七喜粥麵小廚嘅菜單提供咗多樣化嘅菜式，琳琅滿目，花多眼亂，由粥品、粉麵到即炒小菜都有，選擇豐富。今日我就點咗馳名嘅黑柏葉鵝腸撈麵同埋及第粥。黑柏葉鵝腸撈麵，撈麵係會連同辣椒豉油同埋湯一齊上台嘅。上台嘅時候已經見到鋪住滿滿嘅薑葱，柏葉鵝腸嘅份量都唔算少，幼麵淥得啱啱好，爽口彈牙，完全冇鹼水味㗎。而撈麵必備嘅湯頭鮮味，略帶鹹味，有少少嘅海鮮味，相信應該用咗大地魚嚟煲製嘅。湯中配有韭黃同葱，係非常正宗嘅傳統做法啦。黑柏葉同鵝腸嘅味道稍顯淡而無味，但伴以薑葱同埋佢哋提供嘅辣椒豉油嚟食，味道即時提升，係絕配嘅美味啊！黑柏葉同鵝腸本身爽口彈牙，冇肥膏，切得大小適中，容易入口。及第粥係每次必點嘅，七喜嘅粥底綿滑，粥入口軟綿綿嘅，口感豐富，米粒已經完全融化，黏度高，有種結撻撻嘅感覺，但食起嚟又唔會太過張口。生滾粥係每次客人點餐之後，師傅先開始煮嘅。今日我點嘅及第粥係由豬內臟，包括豬潤、豬肚、豬腸、豬腰、豬肉丸煲製而成嘅。豬雜有微微醃過嘅鹹味，令內臟嘅鹹鮮融入晒喺粥入邊，整個粥底都充滿住豬嘅鮮甜味啊！粥上台前仲會加上葱、花生，令個粥更加提香。豬潤係薄切嘅，口感粉嫩，唔會鞋口。豬肚、豬腸、豬腰通通都脹卜卜，非常脆口，冇肥膏，冇筋，而且冇異味。豬肉丸肉質豐富，十分鮮甜美味，整個粥品都做得好出色，值得推介啊！另外，值得一提嘅係七喜嘅服務態度真係非常之好，店員待客有禮貌且周到，待客嘅細心出乎意料之外。話說我食麵嘅時候夾起咗啲葱備用，喺叫粥嘅時候，姐姐仲問我要唔要走葱添，細心嘅程度真係值得一讚啊！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你哋中意我嘅分享，請訂閱、讚好、分享同撳埋隔籬個鐘仔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